咁啊，經歷過昨日嘅賽事咧，咁啊，浪漫勇士順利登上咗三冠王嘅寶座啦，亦都係香港賽馬史上就第3匹。咁啊，雖然咧麥道朗啊高度不小心策騎，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個結果咁啊能夠贏得到啦。咁但係同一時間咧，都見到我哋嘅長途新星咧，數字天文今次改跑法咧，睇下稍後嗰啲2400米夏季嗰啲會唔會係呢一隻咧就大放異彩啦？喂，真係有驚喜喎嚇，即係差啲偷到雞添㗎。咁都再次恭喜浪漫勇士啦，咁都唔好難㗎，成為即係3冠長途王啊！咁今年嘅馬王似乎就即係短途我哋有啦，嘉應高升係未輸過嘅。咁中長途有隻浪漫勇士啊，咁睇下呢兩隻邊隻可以攞得到啦。咁大賽過後就歸於平淡啦。星期三就9場谷草野賽咯喎。草地用 B 跑道啊，頭場開跑6點40分6.8個字，復出黃志宏、希威森停賽金城江，稍後停賽布文、艾少禮、莫雷拉同埋黃志宏嘅。咁啊，全部都係6月，咁啊呢啲日子咧6月提下大家啦，日賽咧就開始黃昏賽㗎啦。第3場就4班1650米，落班就1、2號一對嘅，咁啊同埋咧呢一場又係啦，啲上將上名馬得一隻啊紅衣醒目。雖然今場咧即係雙位數字名次係少啲，但係如果你拉闊少少，8名開外又係超過一半嘅。魅力之遙同晚有3班賽事，特登唔報，落班4班揾潘頓，所以形成啲細冧把馬幾惡嘅呢場，我覺得，尤其是隻魅力之遙啦，有少少虎入羊群嘅感覺咯。即係優點唔盡講啦，因為大家都知嘅，你睇賽績啲3班幾度上名，遇啲咩對手啫，邊有得跑啫？係如果真係要挑剔嘅話，除咗重磅之外咧，係驚佢搏得稍為密咗多少，但係都唔怕啦，個級數有能力嘅又未交差，同埋真係最緊要呢場對手真係唔叻咯。咁啊係熱門嚟㗎啦，咁但係個心意就好明顯咯，交代咗先啦。你睇下22號潘頓都親自過檔跳啦，講咗呢隻馬 fit 就 fit 咗好耐㗎啦。咁正如 Jackie 話齋，你3班都連翻上名，其實3班我諗有啲形勢就話佢都有得贏嘅。咁你更何況落到嚟4班，雖然同晚3班馬房出席榮利雙收就唔好同室操戈啦，同埋梗係潘頓話爆呢場啦，嗰隻有隻穿甲金鷹喺度。咁你而家潘頓爭2 win 就2000啦，隨時禮拜3都搞掂啊！我預計都唔使等黃昏賽㗎啦。咁呢啲係好似威力非凡咁咯，係擺到明係要交代㗎啦，即係賠率多少都另計。咁另外就繼續敲翻啲田草轉過嚟啦。其實喺我心目中咧，即係大家有睇呢個節目都知嘅，季初我長期揀呢隻大千紅心嘅，佢好少令你失望嘅。你話近2仗係啊，佢係失望啲，不過一場氣管有血同埋上場咧沿路走咗個外碟嘅。嗱，你今次唔同啊，你轉翻過嚟谷草4檔，我諗佢拍住魅力之遙㗎咋。你話計田草嗰啲頭馬績，佢4班硬淨對手，佢係冇3班嗰啲績，咁但係佢4班係田草頭馬。你對比起呢一組係好多喺谷草跑道滑晒牙嘅，咁你有時潘頓搭住莫雷拉，其實今季佢哋穿啲 Q 有時都幾好瞓啊！我預計呢一場應該就會熱 Q 嚟嘅，咁但係你話計馬咧1-3喺度咧，我話自己稱高啲嘅。係啊，因為上一次就快步速完同外地冇遮擋啦。咁叫做唞完第一鋪咯，咁今鋪一過翻嚟谷草，佢會賺得到少少級數，因為對手組別真係唔同咗啊嘛。咁另一隻轉場就高高至高啦，我覺得都唔好話太過睇低嘅呢人馬，佢又係3班試過近嘅。咁當然能力咧，你唔係話特別叻，即係3班佢係唔夠跑噶啦。咁但係今次第一次落到嚟4班喎，睇翻啲同父馬咧，谷草都冇問題嘅呢匹馬，所以其實呢隻咧都可以加埋考慮嘅。咁啊，再揀就係紅衣醒目啦，因為紅衣醒目即係一隻2位難贏嘅馬，體積。1 win 1 Q 6個第3，咁啊即係第3你係擺住佢都幾安心嘅，即係可能呢啲係單 T 膽添。咁即係佢谷草我哋都唔擔心嘅，其實因為佢上季初出已經跑谷草1200，佢撲近嘅，又係能力唔叻，咁但係又係嗰點咯，攞住啲田草轉過嚟嘅。你今場你隻1、2、3加埋呢一隻，我自己稱就整呢4隻㗎啦。咁可能再邊啲已經瑞奇威風嗰啲，但係瑞奇威風係 Q 都未入過嘅。咁但係起碼呢幾隻咧。有啲谷草啊，有啲新鮮嘅變數啊，有啲係落班啊，咁啊睇下呢場希望就簡單啲啦。跟住睇第4場啦，第4場就4班千二啲拆組嚟啦。其實呢一組咧，咁啊可幸嘅地方就係有啲實力馬都執到個內檔嘅。咁咧，但係如果要搏下冷門，我認為呢一場都有嘅。咁啊呢一場係 Jackie 你中意啲朗日志強啊，一檔好似幾好跑喎。因為呢場真係大弱組啊，其實跑馬跑對手嘅啫嘛。你睇呢組約得幾交關。咁加上佢又執到個1檔，好似大前將黃寶嚟嗰場咁，嗰場我自己都係中意噶嘛。
咁結果嗰場就佢都叫做攞到個亞軍啦，就同隻利茲我德串 Q。咁今次有機會構成翻半 Q 㗎，因為呢兩隻馬繼續都好會賺得到形勢，一隻放頭一隻跟啦。同埋呢隻朗日志強近呢兩場其實佢都輸咗啲形勢不利啫嘛，冇難。咁結果佢翻到嚟蝕唔起咯。加上對手組別咧，其實比今場強咗㗎。咁今場就又對手又弱咗，排檔又好咗。咁你正路一定係要揀咯呢啲馬。咁對手一定係利茲我德先啦，因為呢場我睇落去放頭馬唔係太多㗎啫。佢呢跑法咁機動，我諗今場會放頭啊！上一場起步啊，捉住咗排住個外檔，都唔搶咁咪抹咗佢咯。能力唔會高嘅呢啲馬，咁但係其實谷草其實使乜要高啫？跑對手、跑形勢嘅啫嘛。佢擺到喺前面貼欄，佢咪一樣有三甲機會咯。我自己都係擺呢兩隻先啦，即係學你話齋，我都覺得利茲我德上場一出閘，我都搏佢啊外檔搶咪得咯，咁搶唔搶就冇㗎啦，即係明天請早。咁啊，朗日志強咧，其實上次轉過田草預約女我都好有信心嘅，但係學 Jackie 話齋，你又跑過第四，咁同埋又留得後咗啲咯。咁你今次一檔咧，你揾個梁家俊嗱逼翻前，我覺得又唔同嘅。紅愛社咧係上場嘅新勝馬，但係都贏得都幾吃力嘅。雖然咧就仲喺4班咁，但係你加咗磅咧，就好似叫做已經係變咗一隻配腳咯。可以搏下啦，呢場冷門，我覺得即係正如 Jackie 話齋，大約咗啊，搏下隻環童啊，即係積咧就唔多亮眼㗎啦。但係你睇翻佢近呢幾次嘅谷草啊，有嘢睇，尤其是上場掟咗個大彎，佢名次係第9，但係有追，同埋近日咧加強操練呢課咧就係佢試完課大閘之後，我覺得佢跳得好咗，定咗啊隻馬。以往呢隻馬有啲急啊，有啲亂龍啊咁樣啊，但係呢一課跳起上嚟啊，好放鬆喎。即係個情緒上面比以前咧有啲進步，咁同埋今次咧你有個6度，佢又係啦，咬住啲好位咧，你揀咗利茲我德朗日志強呢啲冷門就可以搏下咯，因為呢一組我覺得係同晚3組4班1200真係比較混亂嘅一組。嗱，之後伯上次同大家講佢操練好遠，但係今次咧有沙石啦，我覺得今次咧我自己就唔搏啦。同埋好怕呢啲馬咧，搏完一鋪之後咧，多數都走睇弱嘅。佢弱到咧，佢係唔係頭1個月夠？佢唔夠嘅，有時唞成2、3個月㗎。咁又要形勢幫。咁今次其實佢抽咗個8檔，我睇都唔係話特別幫得到佢啦，又冇條欄。咁天下寵兒同樣都係會試形勢嘅，但係反而呢隻天下寵兒咧，佢季內咧證明過啊嘛。佢谷草有時咧排住啲劣勢，尤其是 B 欄咧，我成日見到佢走3碟都可以上得到名㗎。咁今個佢跑咁多次 B 欄啦，差唔多次都喺度咁滯嘅。咁雖然今次個檔位又係差啲，咁但係轉咗馬房都未交代啦。啊，轉咗馬房次次都執外檔啊，今次都係嘅，所以就變咗第3選配嘅看待咯。咁我諗行頭都係朗日志強㗎啦。咁睇下可唔可以賺形勢之下喺度保重咯。我哋揀咗第一口3寶喎，原來3場1魅力之耀同埋尾場11冠金旗。係啊，我識第4口孖寶添啊，4場5啊朗日志強，5場2穿甲金鷹。揀咗2隻潘頓啦，依家潘頓2000 win 就爭2場，睇下禮拜3日到唔到啦。再提多一次大家，星期3嘅賽事頭場開跑6點40分，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